后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场大火，烧到半天红，是有够大的大。这是半暝啊，将近3点，发生伫新北市的三甲一间不织布的工厂。这个火烧到有够恐怖，新北市消防局出动285个人来救火，但是因为导火地点离水源真远，救援的难度真悬，所以阁来加派着几啊台的水库车支援。加在无人伤亡，若这导火原因还阁调查。 半暝大火一直烧，这个画面互人看到心惊胆吓。现场阁一直呛乌烟，这是三甲天福9号一间不织布工厂。透早2点56分，火烧厝。因为工厂内面放真侪真厚导火不织布，火一个倒起来就无度受心，嘛去烧到边仔4间铁厝。 新北市消防局派出258人出动拍火，因为导火工厂是伫水源较困难的所在，通知嘛支援2台水库车。我听到声尔，咧迄家遐哦，啪啪啪火安尼倒，一下久就烟到这边。因为火有够大，在地人想要用水管灭火器要拍火，验过嘛是拍袂花。警消是呼吁民众讲唔通挖进火场，若是导火原因，就要将这火拍花了后，才有度好好调查。